来看新北市新增有一个民众啊，狗仔放伫乌托邦的头前，结果这只狗仔跳车冲去路林哦。这个主人把这只狗仔抓起来，就关伫乌托邦放物件的所在。新北市的动保处是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，上最是当罚15000块。另外，狗仔跳车的行为嘛，可能哦会受到红单，那造成车祸，阁有刑事的责任。跳倒摆在等红灯的时阵，忽然间跳落去。原来这细只宠物是冲去车路顶悬伫咧原地咧踅裤啊。主人甲狗仔抱倒来身躯边，无想到后一秒煞是拍开放物件的箱啊，甲这狗仔就踢到内面。不行啊，热死啊！背包也会，然后带笼子也会。不会让它在这边跑啦。这含的行为就发生在新北市的新庄，一个主人载狗仔出去，放在机车的大帮，行到幸福路的时阵，这宠物半路跳车，警方提醒讲，干那这点就已经违规。那这狗仔走去路面，佫造成交通事故，主人抢劫就要负刑事责任。依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88条规定，负载坐人载运货物必须稳妥，违者得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举发。若因宠物跳车导致突发事故发生，可能负担相当之肇事责任。将动物放置密闭小空间，已违反动保法第5条第2项规定。若因过失造成动物受伤，将依动保法第37条规定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。这个主人把宠物关在车厢，行为嘛违反动保法的相关规定。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讲，已经调查集资料，会约谈主人来说明。小型犬其实使用运输笼会是最安全的。那中型犬，那当然就是用牵绳也是 OK。带宠物骑车去佚佗，动保团体建议讲，早出去的人仔是标配。替代方案是甲挂牵的锁啊，做好安全通号，保护狗仔的安全，嘛防止这宠物若跳车撞出去，伫路面了代志会引起交通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